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Henry，而家嚟到如一何文田站上蓋，同大家睇一個兩房嘅單位，實用面積係522尺，優質海景，景觀一流。我同大家即刻去睇下。呢個係如一嘅兩房單位，522尺。一入門口，我哋睇到個飯廳。跟住就係客廳。首先睇睇個廚房先，有窗嘅，設備齊全。跟住去露台望一望，景觀開揚，心曠神怡，遠望仲見到海景嘅優質單位，可遇不可求。再睇埋啲房間，呢個係有窗嘅名廁，有浴缸嘅。第一間房方正實用，廳房同向，景觀優美。跟住睇埋個主人房，有個小嘅露台，相當實用。大家如果對呢個優質單位有興趣嘅，馬上聯絡 Henry 907643約睇，多謝大家。